后来乡亲啊，即摆要解决掉疫情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注疫苗。指挥中心讲，6月底会搁来进一批200万剂疫苗，到时阵就会进入到扩大接种的阶段。目前会来新增调到500间基层的诊所，也有大型的活动中心、甲体育馆等等的地点，互民众会当大规模来做这个预防射。以目前这个病院做预防射的速度来看，一天上最大约做4万剂。到时阵若是扩大开放接种站，平均一天会当做到14万剂。安尼算算咧，一礼拜可能通做到100万剂。希望会当早一日达到群体免疫。疫苗是对抗病毒唯一的办法，是不是民众在大规模的注预防射？但是中共估计6月底会搁收到200万剂疫苗。疫苗大批的进口开始扩大接种，最有可能的就是在基层诊所。医生说到时候一天打上百人都没有问题。不能只局限在几家的医院去做施打嘛？你在几家医院施打，你动作太缓慢了。过去来讲，你看我们流感疫苗在施打是怎样？诊所也可以打，医院也可以打。这个现有的这个机制就是要充分利用嘛。医生讲，利用注流行感冒疫苗流程，就使比较新冠疫苗来扩大注预防射无问题。大部分的诊所的设备，无论是 AZ 还是莫德纳，拢有法度保存。除了基层的诊所，也有其他所在，卖使互民众注预防射。基层诊所指挥中心也计划开放100人以上的大型场所，让民众来施打疫苗，像是各级学校的活动中心或是体育馆。国外也是面临说疫苗也想要尽快施打的问题，所以他们都会利用各种的像大型的集会场所等等这些，或者是像开车得来速这样子，接种站大概都会有医师的配置。在接种疫苗以后要观察30分钟，然后接种单位必须要有一些那个紧急处置的一个设备，尤其是肾上腺素。目前病院平均一天上济有4万人注预防射，指挥中心初步拍算6月份先定调50间基层的诊所，8月份会阁增加到1000间，再加上大型场馆设这个快速的注射站，一天差不多会使增加14万人注射，离目标一礼拜注完100万剂，确实有法度完成。毕竟伫台湾疫情遮严重，注预防射真正袂使阁前。